不好？今年也可以趁着这样的机会回去看看那个都兰国小书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边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认识一下，再回来就是继续跑专辑的工作，然后我会带部落的弟弟们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像今年还会办行脚。因为我觉得不是只有我们部落的年轻人好，我们部落好，我想要把这样的讯息带给其他，就是部落里面，就他们其他部落可能没有什么年轻人回来，都是老人家，然后把我们部落的年轻人的那种活力分享给其他的阿美族的部落，啊，就会去用走路的，有没有看过阵头？还好我们没有背三太子，我们只要拿竹竿就可以，还有翻刀。就去拜访每一个部落，然后也告诉老人家说年轻人会回来，也希望他们好好的下一代就是可以期盼的告诉我们努力做好，继续维持这样很好的文化跟大家分享。我常常说就是我们都没办法选择我们出生在哪一个家庭，我们会是哪一种人，或是哪一个国家。其实我们都一样，我们没办法选择，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当兵2年，奉献给国家，我自己也承诺，我也要奉献2年，奉献2张专辑，奉献给我自己的族群。现在很流行募兵制，我欢迎非原住民的朋友们来服原住民兵役，好不好？文化不是协同，文化是认同。你不是日本人都可以喜欢吃日本料理，你不是韩国人都可以哈韩，那你不是原住民一样可以哈原住民啊。好，最后一首歌一起唱吧，这是我常常教大家唱的一首歌。是阿美族的传统的唱歌的方式，一个人领唱，其他人答唱，答唱的人会给领唱力量。我需要你们帮我答唱，好不好？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哦咿耶呀。不会唱的就一起唱哦，学着练习好不好？有的是第一次来的，你要教他哦，你要照顾他，给他气球，然后告诉他一定要唱，不会说不能放弃自己。好，各位孩子加油！
我是说明我要继续加油的，谢谢。感谢我们的主持人，走。我们要走啊！我只是喝水而已。别人跟我跑掉，不要骗他们了啦，他们不好骗。来啦，安可啦，好了。我以为调掉了。好了，安可要唱什么？你们想听什么？夜店的。好，你说的夜店的哦。楼上的 DJ 可以哦，想画 DJ 可以哦，夜店的哦。你们真的你讲的啊？他讲了决定大家的事情，因为我听不听得到。好，好了，这样会不会很邪恶这个 party？ 不会，等下就停不下来了，你们一直在里面这样。出去外面抽根烟嘛。啊，不会抽烟了，呼吸嘛，呼吸。好啊，顺便广告一下好了。喜欢吗？喜欢。我们要不要这样好不好？就是如果你有一点点多余的，剩下不要的钱。这个也是用钱去买去做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钱把它换成现金再捐回去我的部落，可不可以？可以。啊，如果你们喜欢也愿意，因为只有这么一个，啊，我们就这样义卖好了，啊，但是今天太多人了，你们开始有人在摸口袋了，看看有没有不要的钱。我放在网络上好不好？我们就这么一个，然后我就签名，然后我们把所有的义卖的收入就奉献给我们部落，好不好？好。啊，我们就不要在这边义卖很奇怪，这边是夜店呢，你看过夜店在义卖吗？不要从旁边起来，哎呦，谁开枪？哇，夜店很恐怖耶！太惊悚了啊！好了，就放在网络上，我把消息放在我的粉丝页，然后还有花生烧的那个购物网站里面。我夜店咖呢，这样纠正夜店咖，很好意思哦。好，那就有起标价吗？还是就让大家随性好了？好啦，就看大家随性好不好？就当做兼香油钱。好，看到杨品。好吧，因为现在夜店呢用不到鼓手，你要跳舞哦，好不好？要跳舞哦，我就偷偷放这首要收在专辑里面的一首歌。今天大家你们听听看好不好听啊？听了再买好不好？听了再买，我的发型都变了耶！在夜店太久了，发型会变，出来呼吸一下，抽根烟一下。好，带来这首歌夜店版本的《信狗》。